大埔區議會討論龍尾人工泳灘工程，喺23個區議員當中，有20人投贊成票，另外3人就投棄權票，令議案獲大比數通過，支持盡快開展工程。主席張學明話：區議會冇任何角色阻止工程上馬。咁成個過程呢，已經係經過區議會4屆10多年嘅討論，得到個共識，再交由呢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通過。咁財委會亦都撥出咗2億0800萬呢，係作為今次工程嘅使費嘅。理應作為大埔區議會，再唔應該有咩角色對呢個事件裏邊呢係提出一啲。不過，旁聽嘅環保團體就對結果感到失望，計劃今個禮拜日喺政府總部外面集會，要求撤回龍尾人工沙灘計劃。就會感到失望嘅，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新嘅論據同資料咧提出咗出嚟啦，而政府啦同埋區議會咧依然係用翻一啲舊嘅資料，冇去到考慮一啲新嘅元素，咁就對呢一個嘅生態同埋公眾嘅安全咧都係構成咗威脅㗎。而家我哋已經向環保署咧提出咗嗰個嘅要求撤銷環境許可證呢一樣嘢，我哋就會再催促佢哋盡快俾翻一個回應我哋。咁如果政府都係堅持唔撤銷呢個環境許可證呢，咁我哋就會因應呢個最新嘅決定呢，就會考慮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嘅。佢強調，龍尾灘嘅保育價值即使喺吐露港沿岸12個地點排第4，但仍然值得保留，唔係好似政府所講可以消失。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葉詠賢報道。